5、4、1，枪口。在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在地民代的精神之下，台南市南区文安里活动中心正式动土。因为进前活动中心呢，伫即个文化市场菜市仔楼顶，因为呢，迄活动中心是文化里的啦吼，因为咱都伫遐所在进前无，所以呢，即个活动中心起来会无共，变6千级的活动中心。活动中心规划2层楼的多功能空间，占地220平，铁资3960万。兴建伫健康绿洲公园边仔，以人文自然含饮食经营为理念，将是一座具有生态、节能健康的在地指标建筑。功能是很齐全的，那每坪的造价不低哦，要18万5千，所以说也希望说这个活动中心落成之后，能够内部设备充实，能够让提供给文安里的民众一个最好的休闲，尤其它在公园旁边。那将来的油气也很方便。文安里活动中心预计伫明年完工，完工了后，除了将提升里面的生活品质，里长未来还阁要办理共产，朝向多元文化发展，将社区营造更较好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